呃我哋棺材本啫嘛。我想做貧富支援。你想做死咩？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康和互助社聯會嘅貧富支援員，我叫做巷姐啊。咁今次拍呢套劇呢，我都好多感受啦，同埋前期準備功夫都有啲緊張啦。其實喺呢套戲裏邊呢，我係做翻我嘅，係好多謝周主任啦，多謝康和啦，俾一個機會我可以拍翻自己嘅復故事，同埋我同齊生嘅故事咁樣啦。咁就呢個故事就其實由細個開始，一個年青嘅巷姐拍到一個而家嘅巷姐咧，都係好真實嘅。咁咧我拍呢套戲其實之前好緊張緊張個記性啊，記唔到啲稿啊，因為我一收到份稿，大鑊啊，咁多字嘅，咁多對白嘅，因為記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困難嚟嘅。我相信好多同我一樣嘅同路人啦，食咗藥同埋病情咧有翻咁上下咧，啲記憶力啊，可能記憶力啊，學嘢可能會慢啲嘅。咁我自己都有呢個情況，所以好多謝攝製團隊啊、莊主任啊，同埋其他同事所有人嘅包容啦，唔介意我 NG 幾廿八次啦，因為我見阿 Kenny 咧揸住嗰個長板咧，係咁拍咗好多次喎，然後阿 Long 係咁話 cut 喎，真係好緊張啊，同埋好多謝徐師傅包容我啦，佢呢啲咁專業嘅演員都唔怕我 NG 幾廿八次啦，係啊，我好欣賞徐師傅嘅演技，好多謝徐師傅，多謝齊生，同埋多謝莊主任啦，多謝莊主任個老婆啦，佢又着住條校褲真係好搞笑咯，我覺得莊主任個老婆永遠都係俾我個感覺係斯斯文文、怕怕醜醜，我就覺得佢做一個恰我嘅角色喎，對佢挑戰都好大嘅，同埋好多謝Peggy 啦，佢扮我少女時代嘅我啦，見佢着住條校褲楚楚可憐，真係好似我以前嘅自己啦，即係好容易俾啲同學欺凌啊，俾啲同學恰咁樣啦。我相信咧好多同路人咧以前細個都有俾同學欺凌啊，或者職場上受到欺凌啊，或者唔係咁多人接受佢呢個感覺嘅。我想佢哋睇翻呢一套故事，令大家有種同行嘅感覺，大家明白，大家多啲人關心我哋啲康復者。来自你给的梦想，说好了一起流浪，在你去向的地方。曾经那天的想象，手牵手在天空飞翔，是我的力量。这个太阳温暖了冰冷月亮，像永许下的愿望，带给我感动希望，拯救了泪的方向，指引在心中身旁。